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廿多年来，南韩数年前海船政治成功的经验，受到国内的重视。能拜都市人同河坝本土利益的做法，也天天来改变呢。各地方政府上出以后，希望伊能演示的河坝没有全新的样诶。像台北的淡水河、高雄的愛河，虽然政治的方向冇相樣，不過如希望市民沿來沿行的行河坝。最近台灣政府同宜蘭政府未打算同中壢市韓國宜蘭市分擔建設個月嘅河壩，結果也打黑。安尼睇都市度也睇得到波波滾的水上，不過看得到河壩過後，民眾路行行減下。陳居明齊備文嘅報道。喺桃園現在用天磚轉下路嘅海上場一個嘅儀式過後，桃園政府再正式拆卸跨過路嘅海，建20人元嘅太離結，開始32人元嘅經費來做路嘅海總立團大概1.8公里嘅整治工作，同時要加速清水生態嘅設施，路嘅海要本外嘅看得到。開蓋只是第一步，不會開完蓋就這樣。開完以後，我們要把整個河堤做一個整理，達到安全的作用。第二件事情要改善水質，第三件事情把周邊的河岸的環境弄好，讓中壢平鎮的老百姓有一條漂亮的河川。不過最近上場嘅那一片，舉辦嘅本地上場度嘅攤販實力抗議。商場被拆貼，攤販的投資就了長長。早啲20人年前，中壢市公所用 BOT 嘅方式，為咗民間啲路嘅海蛋糕加蓋起嘅商場，建商無照圖作，違反嘅水利法，使用執照也一直冇辦法拿到。不過商場還係照樣地做成啲違法經營，也係桃園政府整治路嘅海，聽說會影響萬人嘅權益。辛苦的天啦，哈！該說春下來哈，將我們見得走勝利啊！忙地講兩下交啊，哈！意思講我兩下走唔得走咧，天急咧，喊人也該血汗錢啦，哦！希望政府哈一定要補助我們。很多這個老街溪以前的所謂承購戶啊，他們的聲音我們也都聽到了啊，他們的權益我們也會照顧，但是20幾年來，這些事情的糾葛，今天必須做一個解決。我想，只有把這個蓋子開蓋，認真來面對它，才能同時解決安全的問題、城市發展的問題，還有大家關心的權益的問題。要不然卡在那邊，大家都動彈不得。啲怪樹龍龍貫經濟的時節，跨過路嘅海嘅商場在消失。因為政府和民間各自有自家嘅建設，當然嘅建設也做原本嘅呢，一個爭議係創造的舊本司法論未清楚。最近宜蘭市區光復國小順利民行討合，一妖怪樹當地熱的呢，看來細細嘅橋嘅，這幾項係宜蘭縣政府推動嘅富山河開改計劃。它的這個藍綠帶。是不是可以想象成說，它可以延伸到宜蘭市區的各個社區角落街區？因為宜蘭富山河早喺民國60-70年被加改做大路，遵循柳樹等等風景業的情景，也逐漸變做歷史的記憶。一刻考量到現實交通問題，也被宜蘭縣政府一摩托規則富山河全部改改，全球有對提起做顯示性的改改。希望這個整個過程裡面，希望把那個護城河這個部分呢，看看有沒有機會把它再復原、再打開來。那所以那個整個叫做維管束計劃這個事情，就是說，那像樹一樣的那個維管束哈，那個藍綠帶的那個養分呢，綠帶空間、水這樣的一個資源呢，可以被串聯起來，從
和平公园到宜兰市区的这个都市的空间里面，也可以从都市的空间里面连接到宜兰和平公园，变成一个网状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無論係桃園，亦係宜蘭嘅都市河壩開改通作，其實都反映呢台灣早期都市計劃當初冇注意到河壩，加上依度人工嘅設施，呢個突然發現河壩嘅重要性，要喺事態前，在冇天作做啲恢復本來嘅樣嘅。全面性的打開可能會車道變小，啊，原來停車的地方路邊停車會沒有，所以要包括交通系統都要去一並解決啦。所以不能只想到那個所謂的打開的事情，一廂情願打開，然後去製造更多的問題。一般在做都市計劃的一個劃分的時候，可能會注重所謂土地使用的一個價值。對，那在土地利益為優先考量的前提之下，那個水，因為水是可以改變的。對，那水當它的利益在土地使用的價值的为优先考量的情况下，它可能被牺牲掉，所以很多的水岸不见了，因为它上面多了一层覆盖。然後桃園亦喺宜蘭來比，高雄市嘅河壩管理單位當場看較嚴，20年來對要求河壩加蓋嘅民意一條壓力都冇達成。一般高雄市的河壩整治工作社會爭議。那時候呢，這個市民呢，針對這個民生大溝視為大牌啊，22運河甚至愛河啊，這些河川呢，都要求呢一定要加蓋。但是呢，歷任的首長呢，都不斷的來跟這個民意機關啊、民眾來做說明，說加蓋的話，將來又會拆掉。不過，無加蓋、無第二正件充實都市河壩，無論係寮國、高雄市愛河、前鎮河也掉。長久以來，裝訂規則太高雄地區嘅工業污糟水，亦係當道嘅生活廢水。20年累積下來，河壩都係講為事嘅。民眾對一條河壩唔單止冇感情，還仲係批公恩典積極合作。大概在民國90年之前呢，這個地方的一個水呢，大概都是黑色的。那因為水質非常的一個污濁，主要原因是因為整個的鳳山溪，也就是前鎮河的上游呢，有700多家工廠啊。那這些工廠呢，他們的一個廢水呢，沒有經過截流處理直接排到這個鳳山溪啊，那流到這個下游來啊，所以整個的這個水質呢是非常的這個污濁的哈，所以那時候稱為黑龍江。喺太空岩市合併前，跨過高雄縣市前鎮河，流過鳳山、雕蟲前鎮一條所在。故所前鎮河嘅政策分做兩大部分，本來高雄市按照前鎮河嘅部分，用高工切流閘拖高雄縣流入嘅河壩水，轉到中級污糟水處理廠處理。前鎮河嘅水塔高雄縣按照鳳山下嘅部分，啲鳳山塔拖污糟水攔到鳳山污糟水處理廠。高雄市政府呢在90年這個以後呢，就是應用這個截流的這個方式在高工截流站也就是季里河口大約是2.5公里到3公里的地方呢，我們施設這個高工截流站。那沿岸呢，我們也用這個截流的這個方式呢，把這個污水呢截除，不要讓它流到這個前鎮河裡面來啊。那這個之後呢，這個水質呢，經過2-3年，慢慢就清澈了。一樣走一邊啊！依家攏走一邊啊！乾淨啦，迄較驚人啦。哦，這乾淨的啦，迄太高的啦。蘭州處理過的水，個排轉前鎮河過後，本單當污糟的水質，又會當顯明的改善。唔係出現係當重要的指標。河壩順利建安，還可做得發現，以面對河壩態度的改變。我們可以看見水質改變了以後呢，臭味沒有了那生態也豐富了所以大家可以看見，就是在我們的這個左前方呢這個原先都是工廠的那這工廠呢就拆掉就變成蓋成別墅那當然呢也都把正門呢面對這個河川這個能夠充分享受到這個水質改善以後的這個優美的這個景觀改變。
但河坝水做嚟講係也合國內都市河坝整治嘅主要方式。從老街下嘅整治計劃，也按上啲平整嘅城市工業做呢件實體，來攔走老街下嘅污糟水，幫水面嘅總垃圾團水質做得強烈。我們會把一部分的水引進來到公園，到新市公園裡面，然後利用新市公園的土地下方，我們做一個現地的礫間處理的方式，利用生物處理把污水乾淨的淨化之後呢，又回到了我們老街溪，所以老街溪未來的水質會比現在提升非常的多。我們希望老街溪的水將來確實有魚在裡面游。不過咁樣嘅做法，實也受到有啲位平鎮市民嘅反彈，因為桃園縣政府冇應該搶整治老街係總垃團，應該連帶嘅桃平鎮團那邊整治嘅範圍，唔係撥平鎮市民繼續按原定出棚棚嘅河壩水。整治當然是贊成，問題是整治嘅時候是淡過了整治哦，那都係廢水最多嘅位數，較無安人嘅位數哦，較無影響到該種嘅啊，該單位嚟裝唔能錯，買到錯你。新市公園老園的位數嚟裝嘅。最近已經開始做一些規劃，就是把我們的從老街溪橋上游的部分我們現在開始規劃。不過因為現在還沒有比較具體的成果，我今天就沒有簡報出來。不過這個部分我們也會把它納入我們未來的規劃當中。河壩沿線的污糟源頭唔結結，河壩就冇強烈嘅營業。高雄市政府就按說用幾百億元嘅計劃，完成鳳山雕蟲體企業地下水土接管。本民生的污糟水，就嚟送到污糟水處理廠，冇本期直接流入鳳山海。鳳山區跟鳥松區這兩個地區的民生污水，經由鳳山溪排放到前鎮河，然後因為這樣的話沒有經過處理的話，會造成沿線的一些污染。所以說高雄市政府有體驗到污水下水道的重要性，所以說我們目前就是在推動鳳山以及鳥松的污水下水道建設，然後也連帶的，當然我們也會一併的去防治污染源的進入，這樣鳳山溪以及前鎮河的污染就會有所改善。隨着這個家庭接管呢，持續的來進行我們預估呢，應該在鳳山呢，大概在3-4年內這個家庭接管可以完成所以一些這個節流的設施啦大概就可以往上移，甚至呢就把它全部的把它移除讓它呢跟愛河一樣能夠擁有一個非常自然然後風景美麗的這個河川的一個景觀。一下太空體企業污糟水處理率竟達到636，可能桃園業3車436。故所環保團體認為，桃園縣政府嘅河壩政策應該整體來考量。要做老街溪嘅整治要幾條河壩來思考從上游嗰片大缺坑溪啦條跟住工業區嘛，跟住污糟水應該要清好嘅規劃安樣當過就搶呢啲水下來，你下輩呢條民眾唔可以批到嗰條粗嘅水按樣政府發嘅錢這樣就已就唔會講你民眾去到嘅幾百下來大家都講到咧。老街下嘅污染情況，其中水頭嘅太極峽白公潭總急水最嚴重，切上係來自水頭平鎮工業區一條微數嘅工業污糟水。故所環保團體行下演變，主管單位係咪做咗嚴格嘅作工廠頭排污糟水，正係老街下整治成功嘅關鍵。這老街溪它目前的這個河川水質是屬於中度的污染那這個部分我們桃園縣政府在整治的時候呢，我們也有把環保局環保單位也一起進來，一起來整治。建議你縣政府認真來做你水質，都講環保工作嘅稽查工作上忙來做。按樣你河壩實在講，迄個工廠咧都很配合你。唔是講老街溪，應該是每一條細一條的河壩都係你貪飲生飲做得去撩一個甜筒，一個樂園。這個泥磚牆它最怕什麼東西？對，最怕水，最怕濕，所以它墊一層，這個石頭的目的是什麼？就是萬一下雨的時候不小心淹水，它不會淹到你。對，它不會讓你。長期做老街下河壩純歷史文化調查民間團體也認為。老街下長期嘅污染，做既然是知道河壩順嘅居民唔重視老街下，將要本期下條主動關心保護河壩，爭咗嚟維持
河坝整治的成果。过去长期以来啊，啲人就发现到讲，蔡天对那条河坝感情较薄弱，感情薄弱，所以较无愿意花心思去关心佢。嗰种啊想法就係，假使本來就是長期做得好，單靠政府力量係唔來。河坝存量便宜，用蠻想，用蠻願意做，因為係最關鍵的啦哦。我们当然要维护管理，所以我们也成立了这个前镇河的这个河川志工队啊。一个河川的一个整治成功呢，是需要呢政府跟民间呢大家力量啊一起来投注啊。那完成了以后呢，也要用这个心力啊一起的来做维护的一个工作，那整个的一个成果呢才能够持续的来确保。因为沿市的河坝，近年来300名古的离河坝营业。以下各地方政府要上菜嘅垂範貼調擺嘅唔錯嘅政策，天天嘅拿走沿流河壩嘅阻擋。不過河壩唔單止係建物，更加係人生活嘅一部分，需要有效嘅政治污染，人作出嘅整建嘅行建河壩。